業電台新聞報道。現在朱啟謙報告新聞。天文台喺早上5點20分改掛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熱帶風暴錦文目前集結喺香港東南大約10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10公里，吹向珠江口附近，吹向香港。喺清晨時分，錦文採取咗西北方向移動，進一步接近香港。根據預測路徑，錦文會喺今日日間相當接近本港，香港會吹烈風。天文台提醒市民應該盡快完成所有防風措施。現時本港吹北風，維多利亞港受到地形屏蔽，風勢較弱。當錦文移近，港內風向轉變嘅時候，風勢會顯著增強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將膠紙條貼喺當風嘅大玻璃窗上面。萬一玻璃破裂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減少損失。同時，請大家清除去水渠口嘅落葉同埋垃圾。請留意電台喺每小時嘅15分、30分、45分同埋58分發出嘅最新天氣消息。切勿喺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，將家私同埋貴重物品搬離當風嘅窗戶。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，以防玻璃萬一破裂嘅時候可以躲避。基於安全理由，市民應該取消所有戶外活動。呢一節風暴消息經已報道完畢。